佛经经典教育计划共碟使用建议：第一阶段听声音，第二阶段看文字、影像及经证破音字音，第三阶段研究经典真实义，第四阶段修持托上后令体人解说，第五阶段扩大方法转正经典功德，功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有一切五顶有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这件经过是方大德台语版、实验版，以平常听得捌的语音、河洛话、闽南语、漳州音为参考的声音。金刚法界波罗蜜经，妖精三藏法师求无罗失忆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只求及孤独园，以大比丘众1250人故。尔时世尊实时着以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。有其城中处地乞已，还至本处，还失乞，受衣钵，洗足已，复坐而坐。时中老师菩提在大众中即将坐起偏袒右肩。又切脚地合众恭敬200佛言：已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着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现在，现在。诸菩提，如你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着诸菩萨。你今谛听。当为你说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言世尊，愿傲欲闻，佛告诸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欲乱生，欲胎生，欲湿生，欲化生，欲有色，欲无色，欲有相，欲无相，欲非有相，非无相。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道智，如是灭道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的灭道者。何以故？诸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
hiệu處sư Bồ Thế. Bồ Sát vô Phật應無所住，行無報施，所謂不住色報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報施。須菩提，菩薩應如是報施，不住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報施，其福德不可數量。須菩提，如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數量何？佛也世尊，須菩提，南西北方諸位上下虛空可數量何？佛也世尊，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報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數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諸。須菩提，無以云何可以欣賞見如來何？不也世尊，不可以欣賞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欣賞，即非欣賞。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須菩提，別佛言：世尊，我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將故，生實信何？佛告須菩提，莫作是說，如來別何？我必說，有此界修福者，無處將故，能生信心。以此為實，當知是人，不如一佛、二佛、三世、五佛而證善根，已有無量千萬佛所證諸善根，聞是將故，乃至一念生淨信者。須菩提，如來悉知悉見，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無學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諸眾生若心處相，即為着我人眾生壽者；若處法相，即着我人眾生壽者。何以故？若處非法相，即着我人眾生壽者。是故不應處法，不應處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汝等比丘，詔我說法，如法無假，法相應捨，何況非法？須菩提，無以云何？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如來有所說法。須菩提言：
如我该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亦无有法，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处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法。所以假合一切现象，皆以无为法，而有差别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欲饮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宁为多何？诸菩提言：善多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后有人有处经中受持，乃至四故机等为他人说，其福性彼何以故？诸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该将此经出。诸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殊多梵能作是念：我得殊多梵果哟。诸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殊多梵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是名殊多梵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殊多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殊多含果何？诸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殊多含名一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殊多含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：我得阿那含果何？诸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来，是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何？诸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是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中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宣我得无尽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利欲阿罗汉。我不作是念：我是利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：我得阿罗汉道，
世尊即不说，须菩提是傲阿难那行者。以须菩提是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傲阿难那行。须菩提，复个须菩提，以云何？如来昔在人顶佛所，有法有所得何？世尊，如来在人顶佛所，有法是无所得。须菩提，有以云何？菩萨庄严佛道何？不了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道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自色生心，不应自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意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有以云何？是身为大何？须菩提言：身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定恒河，有以云何？是诸恒河沙令为道何？须菩提言：甚道世尊，但诸恒河上道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是言歌女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摩尼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道何？须菩提言：甚道世尊。复个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处经中乃至受持，是故其顶为他人说，而处福德，圣前福德。又处须菩提，虽说是经乃至是故其顶，当地处处，一切世间，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。何况有人真能受持托上？须菩提，当地是人成就最上第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若尊重地主，呢时须菩提别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处经？我当云何奉持？复个须菩提，是经名为金刚法界波罗蜜，以是名字，你当奉持。所以假何？须菩提，佛说法界波罗蜜，即
为破解婆罗蜜，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如来有所说法哦。诸菩提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3000大千世界是所有未定是为多哦。诸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诸菩提，诸未定，如来说非未定，是名未定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可以32相见如来吼。不良世尊，何以故？如来说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诸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性命布施，若复有人有此经中，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尔时，诸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而处，涕泪悲泣，而别佛言：已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将悉来所得慧眼，未暂得闻如是之经。闻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名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着为难。若当来世，何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佛告诸菩提：如是如是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诸菩提，何以故？诸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诸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诸菩提，
诸五色为瓜利王，夹杂身体。五无呢时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五有往昔节节之界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亲近，诸菩提又念过去500世作忍辱仙人，有呢所说有。是故诸菩提菩萨应离一切上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能自色生心，不能自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心，应心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自色布施。诸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说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。诸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共语者、不异语者。诸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诸菩提，若菩萨心自有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自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诸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令有持经受持托相，即为如来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诸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，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疑，其福胜彼，何况书写、受持、托相，为人解说。诸菩提，以谣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成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令受持托相，讲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该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
即为阿当如来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欲乐小法者，着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有此经，不能听受托相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，即为是他，爱应恭敬，作礼围绕，以诸花香而善之处，复处须菩提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托相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对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有缘定佛前，1,840,000,000亿，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就，有空过者，若复有人有何末世，能受持托相此经所得功德，有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必分不及一，千万亿分，乃至胜所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何末世，有受持托相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说者，亦有人闻，心即狂乱，何以不信？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，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行应住？云何行伏其心？须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生如是心。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意，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。何以故？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假何？须菩提，是无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须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如来有缘定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？不料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
佛无认定佛所，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诸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菩提，若有法得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认定佛则不以我受记。你无来世当得作佛，何释迦牟尼？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认定佛以我受记，作是言：你无来世当得作佛，何释迦牟尼？何以故？如来者，即诸法如义。若有人言：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有始终无息无虚。是故如来说：一切法皆是佛法。诸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诸菩提，譬如人身中大。诸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身中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诸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诸菩提，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：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诸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：我当庄严佛道，是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：庄严佛道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诸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名真是菩萨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如来有肉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如来有天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如来有慧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如来有法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诸菩提，
无以温和，如来有佛眼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形象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何？如是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如一形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，有如是定形河，是诸形河所有沙所。佛世界如是，名为道何？善道世尊，佛告诸菩提：你所国土中所有众生，欲间中心，如来悉知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：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假何？诸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德何？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善道。诸菩提，若福德有失，如来不说得福德道，以福德无过。如来说得福德道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佛可以故作色身见何？不了世尊，如来不应以色身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故作色身，即非故作色身，是名故作色身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如来可以故作诸相见何？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故作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故作，即非故作，是名故诸相故作。诸菩提，你莫为如来作是念：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该我所说过。诸菩提，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你是回命诸菩提，别佛言：世尊，普有众生，有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何？佛言：诸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何以故？诸菩提，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
名众生。佛告须菩提，别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我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后处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珠，有人持用布施，有人以此法界波罗蜜经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为他人说，有钱福德百分不及1,800,000,000,000,000,000分，乃至胜数，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有以云何？你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：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多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多者，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寿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。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。须菩提，有以云何？可以32相观如来何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32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，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该佛所说义，不应以32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你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其足相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故足相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你若作是念，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
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果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无法不说断灭相。诸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顶世界七宝布施，若复有人在第一切法无我，得成有忍。诸菩萨圣贤菩萨所得功德，诸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果。诸菩提别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诸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，不应贪得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诸菩提，若有人言：如来若来若去，若遮若我，是人不解我所说义，何以果？如来者，无所将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诸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，虽为未定，有以云何？是未定将令为道何？甚多世尊，何以果？若是未定将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未定将。所以假何佛说未定将，即为未定将，是名未定将。世尊，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，即为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果？若世界实有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是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诸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人，贪着其事。诸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诸菩提，有以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义何？世尊，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，何以果？世尊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为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诸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有一切法，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诸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诸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
贤如人佛菩萨心者，其无处境，乃至四故其顶，修持托相，为人演说，其学性比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处相，如不动，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义，中脑是菩提及诸比丘尼，有波色，有波仪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补充一寡字的音哦，无正确的更正。读国语的吼，请将迄破音字的音哦，注意一下。互学在所学浅，在学习录音的过程中，有当时受到干扰，心无法度，然后配合，有过失之处，望请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、诸天菩萨、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各位圣贤、诸天菩萨等原谅谅解，感恩。愿以此功德普及有一切我等有众生，皆共生佛道。